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含赖总统通电话咧，川普伫当地时间20强调，伊会含赖总统在内所有人谈话，毋过无讲时间点。 台湾连续10年无受到参加邀请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在一个友邦拢提案爱互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连后面也批评一中原则毋是国际共识，因为日本的观光客伤过济，对7月初一开始俗称出国税，会对1000日票调到3000日票，等于是加400块。若去日本观光退税方式也要注意。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 AM 新闻，我是嘉豪。外界拢伫咧关注讲，这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含总统赖清德来讲电话咧。这个川普伫咧当地时间20日强调，伊含赖总统在内所有人谈话，毋过无讲到这时间点。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今日就表示，目前无接到任何安排，也强调台美之间的关系是无受阻碍的。 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认为，依持台海和平就是美国本地有的政策，对军购伊是保持乐观的态度。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 Well, 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body. We have that situation very well in hand. 川普搁再表明，家己会甲总统赖清德谈话，佮讲会开始处理台湾问题。不过传来通话会伫什么时阵？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敢若表示，台美关系沟通无问题。赖川通话有先签名吗？消息会跟大家讲。川普总统，你电话拍来也是要来台湾有机会见面，你要请人食啥？元首之间的对话有它的严谨性。 那该有的礼仪我也会做，甚至呢，我想希望川普总统可不可以开扩音了那但是呢，因为涉及到这个国家机密那至于要喝珍珠奶茶或请他吃臭豆腐，我都可以。台美关系这样子的相关议题的辩论，相关的议题的这些讨论，我想在华府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这个过程，我们国安单位有做什么样的准备？不管有什么样的这些发言。 那我们跟美国的这个结构性的关系都是非常友善的，台美甚至是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跟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不止立场一致，我们的利益一致。 美国国务院伫总统520周年谈话了后，佮声明对台政策无改变，也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加6项保证做指引。不过，若双方确定台湾议题敢会影响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认为，维持台海和平是美国既定政策，对军购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不管什么议题，美国总统可以跟我们的总统来对话，这个属于外交上的突破但是我们就是。 比较会担心军购的部分会不会有所变化。赖总统已经在昨天的记者会中对外说明，台美沟通管道向来畅通。如果有机会，将反映台湾社会的心声。外交部表示，到时阵除了强调对于台海稳定，咱国政府未委屈，嘛未骄傲，维持现状，并会提起中国才是破坏者，也会表达希望对美军购会当持续进行。记者采访报道。 在国际上，台湾依然受到中国的打压甲霸凌。这台湾是连续10年无受到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咯。虽然今年有在咧友邦提案要互台湾用观察员身份参与，不过中国是一直主动提案拢互否决。友邦依然是继续替台湾讲话，亲像是别刘佩里斯等国家就讲，这年代第2500号决议，互人乱解说。后面也讲咧，这一中原则毋是国际共识，伫咧。 符合组织规定，或者是惯例之下，爱互台湾参与国际体系。 Taiwan should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and to meaningfully join in the meetings, mechanisms, and activities of the WHO. 咱友邦巴拉圭伫世卫大会 WHA 搁再替台湾出声，呼吁爱护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主要是因为台湾已经连续10年无被邀请参加世卫大会。巴拉圭强调，台湾被排除伫世卫组织加世卫大会以外，已经伫全世界卫生预防加应变体系形成缺口。友邦保留贝里斯等国讲，连带2500号决议被曲解。Any attempt to invoke these resolutions to block Taiwan's participation is a deliberate distortion and mis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贝里斯强调，拜登台湾政府是坚持应对共同卫生挑战的领导。除了梵蒂冈是世卫观测员身份，其他11个友邦拢替台湾出声。另外，包括德国、日本、澳洲、法国、英国甲欧盟这款理念同款的国家，也拢替台湾讲话。超过50国嘅行政或者是立法部门，拢支持台湾参加 WHO 加国际组织。欧盟它清楚明白的说到，一中原则并非国际共识。并不是像北京所说它是国际共识，所以说大家都应该要遵循一中原则，然后让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说去参与国际的组织。学者讲，就算有11个邦交国家提案邀请台湾以观测员身份参加，英国伫中国甲巴基斯坦做伙反对 WHO 议员火国提案，强调北京以一中原则阻挡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已经违反世卫组织未落到任何一个人的宗旨，才会引起世界各国一直替台湾出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辉达的财报偏市场的预测更较好，刺激到台股今日反弹，盘中起超过1500点，最后是收伫咧41368点，起1347点。第七点呢是收伫咧2230块，起45块。也若这联发科一开始就起较停啊，收伫咧3550块。也若讲到这超微在今日宣布，会伫台湾的产业体系投资超过美金100亿，加速建立 AI 基础设施。这超微董事长凯基行长苏志峰也来到台湾，宣布后一代处理器已经伫台湾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定技术进入量产。中东战术传出解远含油价落价因素，互台股拜四是开悬走悬，盘中是大起1586点，创史上第3大。收盘时阵，因为台积电的起势较收，落尾是收伫41368点，起1347点，写收盘的第5大起点。拜四台积电的股价是以2230块做收，起45块，联发科起停锁死，收盘是3550块。但最近毋若是因为 AI 带动股市，处理器大抢超微日宣布讲，因为AI 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因要伫台湾的产业体系投资超过100亿美金。董事长含执行长苏志峰，抢先回答的执行长吴仁芬先到台湾，伊表示即马扩大台湾投资是正确的时间点。Very happy with how it's going. We're on track to launch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and there's very significant customer demand. So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for the Helios system. 超微扩大投资台湾，才侪台厂有可能因为安尼受惠，伫城镇封装的部分，会含日月光含食品等来做伙开发技术，嘛含伟创营业达等友盘来合作。另外，超微含台积电的深度合作，会当帮助超微符合即马需求的速度含规模，有希望会当领先运算技术。苏志峰表示讲，拜时已经含台积电的董事长含总裁为特加见面。Always looking at how to have the broadest supply chain, but I have to say that TSMC has been an incredible partner for us. 伫 AI 市场做超微竞争对手的辉达公布上新第一季的财报，营收816.15亿美金，年增高达85%，写历史新高。People said that AI is going to make us more productive. There's no question on that. What took months now takes weeks. What took weeks now takes days, and what takes days now takes hours. And things that would take an hour, you and I pretty much expected instantly. AI 大厂拢在加大投资金额，应用 AI 早来订单含半导体的商机。经济部长景明显讲，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有可能阁起嚟。所以主席总数现在还是在7.7%。如果以这个趋势看起来，也不是不可能，可能往上修的状况。对 AI 未来趋势，专家分析讲 ，AI 已经对过去分段也是无形的训练，今麦已经到进入终端的应用。台湾的供应链会做重要角色 ，AI 应用会出现正侪间做伙做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启动辉达晶片的出口管制措施，就是要防止这晶片走去中国。不过，检调查出讲，这姓杨的查甫人顶3个人，因去买这有这辉达高阶晶片的 AI 设备了后，涉嫌用假资料申报出口去到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检方昨去敲也约谈这3个人到案，初步估计赚7500万，依照伪造文书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美国为着围堵中国发展 AI 算力，4年前开始启动辉达晶片的出口管制措施。不过有人冒险，姓杨的查甫人顶3人透过采购美超微电脑公司搭配的辉达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涉嫌以无实在物件，将伺服器的型号等关键敏感资料调整，抹除，再个申报出口去中港澳地区。检方拘捕20发动搜查，约谈3人到案，依照伪造文书等罪嫌严办。
以不实文件向海关申报出口，涉犯刑法伪造文书等罪，指挥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就被告3人住居所及相关公司等共12处执行搜索。检方发现已经有部分高阶 AI 伺服器出口去中港澳，初步估计不法获利达到7500万。专家分析，辉达的高阶晶片科技有精悬的运算能力，要训练大型的语言模型，也是使用在军用电脑，受美国政府严格管制的战略物资。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本身在算力上来讲，还是相对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中国这边当然就会想方设法想要来取得。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就会有人可能就是冒着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台湾目前的出口管制只限于跟半导体设备有关系的12项装备是不可以输出的。那对于AI 晶片并没有管制，假造不是高阶晶片，伪造文书大概是目前检方刑事法律的作为了。科技法的学者讲，美国管制辉达的高阶晶片去中国，是因为地缘政治的个案考量，所以互有心人看到中港澳市场有真大需求，透过无关国家还是地区的法令管制差别，出口这的高阶晶片去中国，得到正悬的利润。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台积电的涉入案，法院判东京威力科创公司假追3年，爱付予台积电1亿公款公库5000万的赔偿。那东京威力公司甲高检署拢决定无要上诉。那讲到这个案件的主嫌台积电立即工程师陈立明，还有泄露的东京威力高阶主管等3人是要继续上诉。会觉得判太重吗？因为台积电涉弊的案件，去用依照国安法定罪动判10档的主嫌陈立明，宣判了后，由原羁押禁见。虽然提起上诉的期限也未到期，不过高检署已经表态未提出上诉，而且进一步说明陈立明非法摕到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这代志真严重。目前法院的判决也阁算合理。虽然检方无要上诉，不过面对规件的代志，陈立明的委任律师捌发声明讲，陈立明已经真侪摆用手写悔告书来回释的，嘛得到台积电的谅解。不过伊安尼正面来面对错误，尽力来弥补，这份决心好亲像无反映伫咧判决顶悬，已经提起上诉。目前因为本案判决尚未公开，我们不方便表示意见。现在的回复，请先以事务所的新闻稿内容为凭。这件代志除了陈立明向判刑，也有伊离开台积电跳去的迄间东京威力科创，是接受假罪的条件，会付予台积电1亿，也有国库5000万。对着判决无要上诉，检方嘛未上诉，所以东京威力科创目前是假罪3档确定。另外，去用指控斗3工涉弊，去用判6档徒刑的台积电前工程师陈伟杰，也有涉嫌灭证，去用判刑10个月，假罪3档的东京威力的高阶主管罗依印，2个人都已经提出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这高山分局一名生出来查甫警察，21早起下班骑奥多摆呢，因为无让这过路人先行，就去互巡逻的员警抓落来。伊虽来甲表明身份讲，我同款嘛是警察啊，不过因为伊面红要求讲爱做检测，却含这巡逻的员警起冲突。过程当中，甚至是吹油门对这员警的骹交过去，当场互移送法办。那这高山分局也随该处罚记一大个，也会调到其他单位。看你甲我讲哦，你甲我讲一个理由一个啊。因为你面红啊，我啥面红我你笨啊。高雄这个青青山的查甫人讲话歹清清，就是无愿意配合手册。这个查甫人姓蔡，今年58岁，因为21早起骑都摆无让过路人先行，去互巡逻员警抓落来。伊随甲员警讲，伊是高山分局的警察，是家己人。不过伊不满面红，就互要求手册看甲大细声。落尾随帮切无酒精分，却因为黑白配谈，无愿意配合去派出所调查，竟然油门催泪都被人讲，甲现场警察的倒脚弄掉伤。叫环保局打启发好不好？不要！哎！你干嘛撞我？哎！依法将蔡男押至管束，并当场逮捕。蔡男虽然酒测值为0，全案仍依妨碍公务、伤害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根据了解，生出来查甫人进前就捌因为无在调控制情绪，去互民众投诉几落摆。那个归管考的对象，落尾嘛调去高山分局的警备队。21早起，伊是直班线准备要骑车登去处理。身为执法人员，对相关哪在勤务流程应该拢正了解。即摆所发生这款代志，那放开交通罚单，高山分局也随调开考执会，对伊做出定处。这个员警啊，他有言行失检。
且涉刑事案件的部分我们经过考纪会记一大过处分然后列为教育辅导及汰除对象，那我们就调整服务地区。高三分局强调，针对环境违法违纪的案件，绝对严查严办，后续会加强同仁的法治教育及情绪管理训练，避免佫发生类似的代志。记者郭家族、邱超阳、高永昌报道。来看这条共款是警察无定嘛是有问题。台南呢有一个80岁阿伯，因为伊无戴安全帽等到因家门口时阵，互警察抓落来，而且这个阿伯酒测有酒精反应，互要求讲爱拍落来时阵，这个阿伯想要爬起来，想袂到这个警察竟然摕安全帽甲这阿伯拍甲流血流滴。议员认为讲安尼伤过分嘛，警方也承认讲，这个警察确实是情绪无稳定，会该处罚。远景摕安全帽牵老阿伯，台南大内区一个40多岁姓林的远景，车到发现将近80岁姓杨的老阿伯骑车无戴安全帽，一路热气骑街，因为阿伯经过酒测，确认有啉酒，互人要求拍落来时阵，佫想要爬起来。远景压制时阵，真侪该用安全帽甲讲，造成老阿伯受伤流血。后尾倒来摕物件，家属等到遮，我嘛毋知家属来就是后尾去摕物件，唔满意。阿伯手还佫有好讲，甲跋倒时的伤。有面代志伊即阵的时阵公布这个案件，因为阿伯无戴安全帽，佫啉酒，确实有毋对。毋过关键行为恐惊也有执法无适当的所在。骑车、酒驾、被罚都应该，但是警员的处理的过程当中施暴的行为，我就觉得这个是不能容忍的哈。我们可以从影片看到，警员拿着他的安全帽连 K 了好几次。出来，来到这，伊讲一定爱叫鼓嘞，无鼓嘞袂使。伊就一个叫你，互你甲看迄个安全帽摕就讲话。李立勇认为，警察虽然伫执法无应该这么粗鲁对待侪伙人，对这代志，台南市检局坦白讲，远景确实有防卫超过甲情绪管控无好的问题，会进行处罚。经调查检视相关影像，对于人员防卫过当及情绪管控不佳之行为，依规定予以记过一次，并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另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考监责任。远景民众时执勤真辛苦，不过若是因为一时情绪等因素暴力对待民众，恐惊降低大众对警方的信任。警方表示会加强宣导，要求远景执勤的时阵讲话甲做一定要谨慎，加遵守相关的程序。记者采访报道。伫咧公园草坡出现这款的注射筒，若准无设立打着是要安怎呢？台中西屯凯旋里街挖近中央公园附近，有慢跑民众发现讲，人行道含这草坡内面有注射用的尖头含止血带，怀疑讲是有人食毒了后乱拼的。另外，高雄林园的幸福公园，这民众也发现讲，草坡内面有注射筒。目前警方卫生局也介入调查，若乱弹本数部分，环保局也被罚。涂骹有真侪注射针，有一寡是用过，针头抑佫无砍挂，就连草坡内面也有。一寡废弃的注射针，全咧随便放伫咧路边，经过民众拢真紧张。当然是会怕，因为那些针头如果有去碰触到的话，那很危险。那不要去一些草丛啦，或者是说，到一些灯光比较照不到，自己也没办法去留意到这个地方，自己本身就要小心了。台中西屯凯旋里街，20有民众发现涂骹拢是废弃的注射针，或者是用过止血带。因为遮活台中的中央公园，常常有民众来遮运动散步，大家担心若无细致，有可能有人会去擦到，甚至感染。警方接到通报，随派监视人员到现场采证，现场抑佫发现敢若是食毒品的K盘，警方讲内面可能有装毒品。经已带回鉴识、比对及送验。并同步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积极追查是否涉及毒品私用或其他不法形式，全案依法侦办中。另外，高雄有民众伫网络铺文讲，伊伫林园的幸福公园散步，伫草坡看到敢若是用过注射针，因为遮常常有老人伫咧休困，囡仔伫咧耍，所以民众会担心。警方伫咧接到报案了，会加强附近的巡查甲查访。本所已立即派员前往查处。并加强周边巡查及查访，后续亦将持续加强该处巡逻勤务。警方强调，接到报案了就介入调查，依法侦办。因那环保局讲，因为注射针的针头、针筒拢是有害事业废弃物，袂当做一般粪扫随便弹。
若无照规定程度处理，会依照违反费惩罚罚6万到1000万。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抓到一个国际毒品案，主嫌是奉通缉走去柬埔寨一个姓郭的查甫人，伊指挥这集团的成员，把这海洛因藏伫旧纸帮的空棚内面，甲当作是无形的底座，对泰国寄来到台湾。加在咱的警方有接到线报，成功把这毒品抓落来。特勤人员讲，入去桃园中立这个所在，装到内底有2大箱的包裹，藏7公斤的海洛因。警方好咧啊，将模型的底座甲刮开，内底几下的棒钉钉塔塔，一片搁一片的棒啊，每一个空差不多是3米里到5米里。这片西大的空，嫌犯竟然有法度甲海洛因的粉拢藏伫内底，甲底伫咧模型的底座，互模型看起来就亲像一般的产品同款。藏在极小的那个 PP 塑胶板、瓦楞纸板的孔隙内啊，那孔隙真的很小。那他们是先藏在孔隙内之后，再次封起来，然后又再将板子又藏到模型的底座。那这种比较多层的夹藏的方式是比较少见的。嫌犯为着要闪追查，搁一直换交回地点，自台南收包裹了后，搁去到高雄，上后壁来到桃园某一间透天厝，甲包裹拆开。只是讲过去这模型藏毒的代志，大部分拢是藏伫咧模型的主体，这届是利用底座下底的棒啊咧藏，真正是足罕见。模型会不会比较不会被抽样检查到？这个可能还是要看我们在通关的时候的检查的功力啦。那基本上我们海关跟我们警方这边都是很强力有在查缉这个运输毒品的过程。警方表示，7公斤的海洛因至少会当互21万人食。加在提早接到线报，成功甲抓落来。初步调查，主嫌是目前秘伫咧柬埔寨一个姓郭的查甫人，预期用通缉让港去海外跨海指挥运毒。目前伫国内已经逮捕7个人，该依照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卖按国际合作模式积极查缉主嫌到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北投有特殊的地理和观光文化，有无拍算伫遮找司机加入奥多拜载人客，先伫咧北投来试办。因为交通部表示讲，照公路法的规定，载客呢，敢若限定公车客运，抑佫计程车，无开放用奥多拜载人客。违规驾驶上当罚20万，因若平台业者上悬会当罚到2500万。台北市北投区是出名的温泉观光胜地，啊，毋过因为路细条，佫真惊，真侪大型车无法度开去咧山顶。Uber 即阵按算伫北投试办机车载客服务，佫招司机加入，部分在地协会甲观光客拢表示真赞成。机车阿伯他在北投，他本来就居住在这里，所以他对这里的这个文化风俗民情很了解。他也还甚至可以兼做一点，就是有一点像导览的工作。我是从澳洲来的，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肯定有车送我们上去就更好，会比较方便啊，因为可以少走很多路啊。不过，交通部是讲，根据公路法相关规定，营业载客敢若含公路汽车客运业、市区汽车客运业甲机动车客运业。其中，机动车客运业是以4轮的小客车载客，无开放机车做载客工具，违规驾驶上悬会当罚20万罚款。啊，若平台业者上悬会当处2500万的罚款，并吊销牌照甲驾照。计程车客运业来看，我们现行的规定大概就是只能用小客车来提供服务所以用机车载客服务这种在法规上是并不允许的。他们利用了台湾从日据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特殊文化背景，要去做切入点，我们给予非常的谴责。对这个代志，有无回应指出，目前这个计划也搁伫咧评估阶段。交通部是强调，北投地区确实有伊真特别的历史背景，形成地方性的机车接送文化。台北市政府应该依自治条例，也是地方管理机制进行辅导甲管理。不过，无应该做全面开放机车载客的依据，通避免冲击即卖的运输管理制度甲公共的安全。记者采访报道。
真侪人爱去日本观光，这观光客比较上过济啊。日本呢是宣布讲，对7月1日开始俗称这出国税这个费用呢，会对1000块一票调悬到3000块一票，等于是加大票400块。那准加上这城市调整大房税而且免税制度，改到讲爱去到机场才会当退税，才有可能会民众变甲较无爱去。不过这旅行业的业者认为讲，飞日本的飞机班呢，今年热天也是卖甲真好，行程也是卖甲和去年是差不多的。特别热，遮侪家庭要旅游，第一个选的就是日本。观光署统计，2020年的前2个月，台湾的旅客出国去的所在，日本占比是38.2%，是稳达达的第一名。不过，即马日本国税厅上新的公告，红叫做出国税的国际观光旅客税，会对现行的日票1000差不多台票200，大幅起到日票3000，合台票差不多要600，等于是调起3倍。其实日本政府呢是打算利用这个出境税的可以预收的这个税额去解决部分的因为过度观光所造成的民怨的问题。目前规划出国税是无分国籍嘛，无分层点，不管是外国籍的观光客，也是日本的公民，只要对日本坐飞机也是坐船离境，拢爱纳。原则上是开票的业者，对机票的时准票代收才交给政府。觉得还好，因为它只是一次性的费用。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打工族来说，并不会一年要去到太多次日本。对贫困的人来讲，应该会有影响啊。就是看哪个国家比较便宜，就是往哪个国家去。除了3倍出国税，日本有真侪城市拢受连续调整大俗税，包括京都对3月开始，但相关的额度对日票1000增加到日票10000，东京、台北嘛拢有调整，也是有相关计划。另外，连免税制度未来嘛会改成纳后退，旅客要先纳8%到10%消费税，到尾对日本离境的时阵，才会当伫机场或是港口统一来办退税。各界嘛关注讲，新的制度敢有可能造成绩效替代效应，让消费者开始改选其他国家去旅游。班机增加的非常多，那么所以说航空公司在票价的方面就没有像去年那么高，然后再来因为这个竞争的关系，那业者在包装产品的部分也有压低价钱，售价事实上跟去年是不相上下的。旅游高人嘛强调讲，日本的汇率真低，加上较好安排短期的旅游，个人的好感度是真悬，主要是对比国里，有其他国家拢真歹取代。另外包括泰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真侪旅游胜地，2016年嘛拢有观光相关税率的调整，到目前观光人数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南韩的三星电子本地要罢工，说伫咧罢工的前几点钟，这三星的工会和资方达成暂定的协议，增加半导体部门特别奖金，员工有机会领到几落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分红。那以这场这5个月劳资争议危机暂时来化解啊。韩国三星电子工会代表崔成和甲三星高层李明九伫镜头前签暂定薪资协议，双方交换文件握手，上尾也搁做伙年军头化 fighting， 原定18天罢工暂时话停。 총 파업을 불과 몇 시간 앞둔 시점에서 노사가 잠정 합의안을 도출하였습니다. 잠정 합의 도출과 동시에 공동투쟁본부는 투쟁지침 3호를 발령하여 총 파업을 유보하였습니다. 根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签的初步协议，除了维持原本的年尾绩效奖金制度，三星搁头一摆替半导体部门增加特别绩效奖金。根据协议，三星未来提拨相当营业利益10.5%的钱来做半导体部门的奖金来源，而且未设天棚。业界预估，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益有机会超过300兆韩元，假使真正达标，会当用来分半导体特别奖金的总金额是有到31.5兆韩元。 其中的12.6兆韩元，会由大约78000的半導體部門員工來分，平均算落來，一人會當摕到1.6億韓元，相當新台幣360萬的績效獎金。 근본 잠정 합의가 상생의 노사 문화를 만들어갈 수 있는 출발점이 되도록 하겠습니다. 三星工会表示，22下晡2點到27下晝10點，會針對暫定協議進行會員投票。協議必須通過表決，才會正式有效。若准最後有過關，持續5個月的三星勞資衝突嘛，總算會當落幕。公司新聞陳秋梅編譯。 今年3月，國業宣布用美金6億甲富平達台灣業務買落來，案件抑擱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查。
不过立委讲呢 ，Grab 收购Foodpanda也未核准，望也说是有写台湾的部分咯。也因为这 Uber 执行长目前就是 Grab 的董事，也互这站变可按受到质疑，大家拢伫咧质疑讲，这 Uber 将有可能甲规个市场拢总放弃。有消费者伫新加坡使用 Uber 叫车，点开 App 了后，就伫选车之夜出现 Grab 二字。另外，嘛有消费者甲面台投诉讲 ，Grab 还未通过核准，嘛未当伫台湾使用。但是网页顶悬的适用地区说已经出现台湾，甚至有消费者伫即个月初发现 App 顶悬有出现你当伫看台湾会当用的服务。但公司新闻日一早起实测，已经无伫台湾服务的相关选项。Foodpanda 的母公司德国的 Delivery Hero。Uber 也在这个礼拜呢，急速的提升到19点多%，他们基本上就一个三角共犯。我不敢说他们联合垄断，但是他们是联合不竞争。外界嘛针对 Grab Max 和中国华为旗下的辉耀地图来合作，共享投资。反倒讲若是伫台湾开始使用投资案风险。Grab 回应讲，和华为之间的合作并无任何包括台湾市场，华为无法度透过和 Grab 的合作关系来督准台湾的投资，嘛无使用阿里云督准 Grab App 的相关数据，未来在台营运嘛拢会符合台湾的法规。但外商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质疑同款有风险。把台湾的外送员当成了未来可能的帮凶，它的图资收集是立体式的哦，它会进入到建筑物里面，不是只是街景而已。5年后的外送市场是不是能够比今天的市场更有竞争力、更有创新力？那这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综合评估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样态。跟竞争有关的事项，或者是有那个违反公平交易法的情况，比如说是未经同意就先行结合的话，当然这个都会是我们去了解的事情。Grab 宣布收购 Foodpanda 伫台湾外送业务案，目前搁伫公平会的审理，对真侪争议，公平会表示讲，最近会请 Grab 搁做第2摆的补件。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去年捌讲过讲，希望未来30年内，台湾会当伫咧物理、化学、医学这3个领域，会当有3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即马教育部拍算要设一个台湾高等研究学院，调集台大、清大、阳明、高大、成大4间学校，也会整合着中研院的资源，配合计划，设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这真正的就要对高中生开始培育。台湾的学生伫国际奥林匹亚竞赛一直拢有正好的表现。高中毕业了后，有一寡学生是读医学系、电机、资工，读物理、化学、数学的较少。即马教育部想要设台湾高等研究学院，找台大、清大、阳明、高大、成大4间学校，整合中研院资源，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做分组。讲是有国际 OP 或者是国际科展资格，国科实中毕业而且通过资格检定，就无需要比试。国科实中毕业无通过资格检定的，一般高中毕业或者是有高等学历证明、有科学潜能或者是研究兴趣的，就要比试。第2阶段是书面审查、实作加面试，上面也统一分发。像台大的特殊选材，很多领域都有啊。对。我想它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个别的特殊选材方式，那加大它的弹性，就是从高中时候就可以开始到大学来学习。学者讲，设台湾高等研究学院培养基础科研人才，不过学生敢会一直坚持落去，大环境、薪水、鼓励机制拢会影响。现在这寡拢恰好好势，再过来谈培养诺贝尔奖的得主。记者综合报道。爱望基金会推出数位科技学习计划，要协助视障者学习操作手机、电脑等等的辅助工具。所发布调查显示，台湾视障者上网率才50.9%尔。基金会是呼吁社会各界，要鼓励视障者学习数位工具，也建议政府改善网页的认证码设计，让视障者会当顺利加入去数位生活。你想看这个风景，然后你就单指点2下。服务视障者爱望基金会有开所谓学习的课程，老师伫现场示范安怎操作手机甲 AI 辅助辨识，用英文基因来朗读。是足恐慌的，我真正家己乖1年，这1年的时间，我唔知哪过的。手机的课程，就是因为安尼鼓励，我才知影原来这个世界冇这种物件，会当这个软体。会当教阮看无的人，
会当去体验。根据所发布2024年的调查，视障者就网率仅50.9%，代表每2个视障者都有1个人无法度用网络。那安尼，视障者伫网络买卖，叫外送等等日常功能的使用情形，甲看到的人平均差20%以上，对视障者的生活自主影响真大。啊，那所发布的调查嘛指出，100个视障者内底，敢若20个人会用手机仔的软体辅助，所以基金会推出数位科技学习计划，甲视障者操作手机仔电脑，互视障者会当用网络找资料，甲亲戚50联络，落实数位边关。周遭或是身边有视障者的朋友或家庭，他们可以多鼓励视障者去。不要关在家里，不要觉得什么事情很困难学不会，因为我们的师资是很专业的。基金会嘛建议政府都要改善网页认证码设计，避免干那外口设计变形，造成视障者常常卡伫这步。嘛，呼吁网页认证都要建立统一的规格，让视障者会当顺利加入所有的生活，甲社会连结。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目屎大门园已经真侪货架下手，10倍暗时逃走出去，到今还未找到。园区也呼吁讲呢，这民众爱来倒找，若总有看到，唔通家己掠，就要赶紧通报。我们原本在后场其他地方，就是监视器都没有拍到它相关影像，那我们推测它有可能从游客面移动出去。那我们现场在讲小食下手可能逃脱的路线甲过程，为动物园翕到的监视画面，小可会当看到黑鸟慢慢逃脱的过程。因为台北市立动物园一只母的小食下手黑鸟，10暗时疑似利用活动区域金石树长期的树尾，爬起伫活动场边啊过少的通道了逃脱。保育员隔顿刚发现了通报，随开始找。考量他的年纪以及他其实没有在外面这么长时间的探索，我们会稍微把这个范围限缩一些。那可能在动物园周围，就是目前第3天。那如果以换算来讲，就是6到9公里。园方表示，黑鸟是一只11岁到10个月母的小食野兽，年岁真大，体长大约50至60公分，毛色绿绿带黄，平常时个性较敏感，无打，袂攻击人，属于夜行性的动物，日时会觅伫树丛或者是叶贴的所在休困，这是增加搜寻的难度。目前除了动用非常多的园内的专业人力就是因为它是夜行性的，所以我们在现场的附近，我们会架设自动照相机，每天会去检查有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除了会征收活动区内底的树仔，园方已经针对热带雨林区的4颗位啊加强搜查，佮加设6台自动相机，佮有4组机关人。民众若准有发现伊的影子，请赶紧通报，唔通家己掠。记者综合报道。新店这当昨有一个社区工人来清这化粪池，结果呢，这工人介像是塑料伤过细的沼气煞来分气，消防队甲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加在送病院有恢复心跳，目前还阁伫咧病院治疗。消防队员派装备落去化粪池，先甲已经昏迷工人固定好势，等怪人再搁利用绳啊，甲工人扣起来，赶紧进行 CPR 抢救。新德县在当拜三传出疑似沼气中毒意外，好加在这工人上病院了，恢复心跳。8点快要办出去，就是看到车子在那边可能是准备要施工啦。对，只是后续回来。我就听到有救护车了。工人在下水道化粪池进行作业，因不慎吸入过多沼气，造成昏迷。我们在抵达现场之后，立即架设绳索系统。在抢救出来之后，伤者已经呈现欧卡状态，立即送往生医台大进行抢救。其他的清洁公司指出，准备清化粪池进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安全措施，譬如讲先用水枪伫下底暖土，和内底的沼气先散开了，通风至少20分钟了，再透过机器侦测，确定安全无问题，再当落去施工。沼气是藏在泥巴里面，所以我们入池前都会把泥巴翻动过一次。最基本的，起码有自来水，下去前先把它的底泥先冲过一遍，先扰动一遍。然后再接着像法规讲的，要送风，要测氧，通风基本要20分钟啊。通风完之后要气体侦测啊。消防局也提醒，无论是一般民众厝内，也是社区大楼，化粪池因为是闭闭空间，内底定会出现有毒的沼气，要清进前一定要做好通风，而且还要有安全的防护措施，再当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
有100年历史的家己旧家乐宿舍，最近有民众反映讲，看到学生伫咧楼厝内面牵石头，这玻璃窗的玻璃拢破去啊。家己市文化局就表示讲，虽然这个楼厝毋是列做历史建筑，不过也是正重要的文化建筑，已经要求学校爱辅导学生。学生囡仔伫工地内底牵石头，发出正大的声音。一直到翕相的民众喊声来问，学生囡仔才停手离开。Hello， 你在丢什么啊？学生囡仔因牵石头的所在，就是家己旧家宿舍群的楼厝。市政府伫边啊，当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两个学生囡仔偷走入来牵石头，造成建筑物的受损，窗仔玻璃破去。家己市文化局指出，有投入真侪资源来活化这个建筑物。呼吁民众重视文化资产，可能是看到说，这个破掉了，我是不是也好奇，用那个石头丢看？可能是学校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啦，没有把这个观念强调给学生啦。小朋友丢的石头的这一个标的是我们旧建宿舍群市府推动的以修代租计划的这个老旧宿舍之一啦其中一户。那这一户其实也是我们已经有媒合了这个以修代租的这样的一个民间团体，只是民间团体目前还没有进驻，还没有进行修缮。古迹如果说破坏了以后，你想要再修复，它就不是原来的古迹了，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动作。文化局强调，虽然旧家宿舍群的楼厝目前无文资的身份，不过市政府也是有公告登录做自路建筑群，若是民众挑故意来破坏，也是有法律的责任。已经有通知学校，希望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部对2024年开始推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希望基建的福祉对家庭来定金。根据统计到今注册已经超过3万人了。今日文化部推出拼台语巡回展说明计划成果，也公布新的规划。台语家庭的参加对象除了家庭，搁再增加社群类别。这18岁以上的朋友也挺好组队来加入。点数也当下年度演往，希望鼓励少年人用生活化的方式来亲近台语。食饱未，常常是台语对人表达关心的话。为着要发展台语，对家庭开始讲台语，文化部自2024年推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到今注册超过3万人。有台语家庭肯定计划实行以后，有愈侪会当接触台语的活动，嘛希望爱有长期的制度支持。家庭当然是这个语言传承的起点。过来，社群爱互遮的人找到伴，袂孤单。最后也是需要有制度长期来支持。文化部日一办拼台语巡回展，用展览向民众介绍台语，嘛要招愈侪人加入台语家庭。透过上台语意识培育课，参加各种台语活动，来扣学习点数提奖金。今年的新规划是，除了家庭成员，18岁以上的朋友嘛，通以社群组队参加，另外点数改造会当下年沿用。部长表示，这几年上成功的，就是看到真侪台语作品得奖受肯定，未来会继续拼发展台语。台语毋是我的母语，但是我特别听到台语，就敢若我回到我的童年，甲人食板豆。我的台语讲甲无人知影，我是外省第2代。虽然咱即马要推动迄个台语家庭，就是安尼慢慢恢复。其实台语家庭计划嘛是国家语言发展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台语团体指出，今年就是方案的最后一年，因呼吁文化部爱赶紧公布新的规划，嘛就推出中长期计划。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这种短期的计划，其实阮是搁较望短期以外，中期、长期嘛会当，就是有一个全盘的规划，爱用搁较侪的这个资源心力去投入伫咧推动甲落实。若拼台语巡回展办伫台北上山文创园区，有活动游戏、情景体验，嘛有办讲座、台语讲故事甲音乐剧。后续也会伫台中和未来世代册展展出，希望鼓励少年人用生活化方式来亲近台语。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讲就是印尼的棕油、土炭还有铁合金主要的出口国之一。为了要抢救因的经济呢，这印尼20宣布讲，未来这个天然资源商品的出口，拢爱收到回来，或者国营机构集中管理，才会当管控介绍，甲外汇应收留伫国内。这新政策会冲击到全球的供应链和商品市场，引起外资的惊吓。海雅加台的股市是大落，也若讲到因的印尼盾换美金也出现
历史上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0日首都雅加达印尼国会大楼全体会议正式宣布实施大宗商品出口管制，规定伫经过3个月过路期了，包括棕榈油、煤炭甲铁合金这款商品，会收归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东南塔拉旗下国营机构集中管理。政府每3个月会阁增加纳入国家级商品。普拉博沃讲，新的出口法规和政府会让国家有效管理天然资源出口提高税收。Yang saya pimpin juga hari ini memperkuat kebijakan devisa hasil ekspor melalui peraturan pemerintah devisa hasil ekspor dari kegiatan pengusahaan, pengelolaan dan pengolahan sumber daya alam。新措施也规定，所有的天然资源出口商自6月7日开始，要把所有的出口收入拢记伫咧国有银行。政府希望用这道强制令，将外汇营收留伫咧印尼国内，充实外汇存底，稳定1.8印尼盾。新政策虽然强化政府对天然资源出口的掌控权，也过煞互市场不安。雅加达国际指数20.3.5%，也若因为中东战争加美金行强的外在原因，1.8印尼盾是继续伫咧探底。伫咧印尼央行宣布升息2码进前，北盘到17748印尼盾兑1美金的历史新低，股汇市拢歹，民众拢有感觉。 Les pidatonya mungkin kurang aware tentang isu terkait dengan kurs rupiah ini, efeknya seperti apa. Menurutku salah satu hal yang paling aku concern adalah kayak harga BBM yang nantinya juga bisa makin naik, terus mungkin juga kayak banyak。 普拉博沃讲，伫过去的34年，因为天然资源出口商品拢用正俗的价钱卖出去，一年的损失有到9080亿美金，差不多28条6000多亿台票的收入。不过新政策引起投资市场的疑虑，资金对资本市场外流出去，也加深经济前景的无确定性。公司新闻张锡芬编辑。 伫边加拉有一只水牛受到白化症的影响，伊身躯的毛变甲金金，就被事亲就是美国总统川共款，煞伫咧网络顶头穿起来。不过，这只牛的主人也决定讲，伫伊斯兰教的宰牲节，要甲这个水牛杀死做祭品。这只水牛乖乖啊，徛伫咧遐，互主人甲伊掠头毛。详细看，伊的头毛敢若捌伫倒位看过，摕相片来比对，根本就甲美国总统川普的头毛共款。 这只住伫咧孟加拉首都打卡郊区的水牛，体重700公斤，因为有白化症，头壳顶的毛是金色的。主人甲伊洗倒了，看起来就甲川普的发型共款。因为伊的金头毛，主人的小弟甲伊号名叫做川普，伫网络顶称红。ডোনাল্ড ট্রাম্প না, এটা হচ্ছে আমার মহিষের প্রতীকী না। আমি 10 মাস আগে তাকে রাজশাহীর সিটি হাট থেকে কিনে আনছিলাম এবং ওর চুলগুলার কারণে আমার ছোট ভাই এই প্রতীকী নামটা ওকে দিছে আদর করে। আপনারা জানেন যে কুরবানি ঈদের সময় আমরা পশুকে আদর করে অনেকে অনেক নামে ডাকি, অনেক ফ্যান্সি নামে আমরা ডেকে থাকি। 为了要维持这只水牛的名称造型，当场的员工逐工替川普洗4遍身躯，也搁用螺啊、详细螺、2支甲中的头毛，逐工拢吸引真侪好奇的游客专工来农场解看。不过因为参观的人伤多，水牛压力伤大，体重一直降落来，所以主人即马开始限制参观的人数。当地官员讲，这种白化症的水牛真罕见。আমাদের এই বাফেলোর কালো কালারের জন্য যে মেলানিন যে পিগমেন্টটা সেটাকে জেনেটিক মডিফিকেশনের মাধ্যমে প্রিভেন্ট করার ফলে এটার কালারটা সাদা হয়েছে বা গোলাপি রঙের হয়েছে। এটা আমরা ইউএসএ নেব্রাস্কাতে দেখতে পাই অথবা ইন্দোনেশিয়াতেও আমরা দেখতে পাই।我先下报道，孟加拉人口1亿7000万，大部分拢是穆斯林。每年伫咧伊斯兰教的宰牲节，到时将会带来限制动物有超过1200万只，互一寡普通时无肉人食的较散食的家庭，会当享受到肉食大餐。这只水牛川普，到时伫月底的宰牲节，也会将这限制祭品为大众奉献牺牲。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辑。Google 推出真侪项创新产品，其中智慧目镜，即个是和Samsung合作，结合 AI 功能，唔免动手就当替你做真侪代志，按算秋天开始卖。不过有专家认为讲，当年引起争议的侵犯隐私问题，伫 AI 时代可能会更加严重。Hey, can you navigate me to the place I met my friend Gianna at last week? Hey Nishta, I've set your route to the Redwood Grove Nature Preserve from last week's hike.
甲目镜轻轻轻啊试一下，甲指示讲出来，就当完成生活大细项代志。Google 举行开发者大会，上是发表真侪新的产品，其中上方注重的，就是甲 Samsung 合作推出的智慧目镜。这副目镜顶头有镜头、听筒、麦克，会当哪做代志，哪甲 AI 助你讲话，会当带路、翻译，会当即时查环境当中的相关资讯。事实上 ，Google 早伫咧2013年就捌推出用清的，也是用挂的装置 Google Glass。不过最后因为外界烦恼讲，这个产品可能会侵犯到个人的隐私权，还有电池挡袂久等等技术的问题，所以才无到2档就停产啦。不过 AI 强滚，市场竞争对手 Meta 佮推出智慧型目镜了后 ，Google 决定要停棒。不过发行社就分析，即马 AI 使用更较侪个人的数据来训练模型，个人隐私争议可能佫会出现。I'm particularly excited for what we are bringing right into the Gemini app. Introducing Gemini Spark. It's your personal AI agent that helps you navigate your digital life, taking action on your behalf and under your direction. 那是安尼 ，Google 嘛推出出 Gemini Spark 这项新功能，包括伫咧 Gemini App 顶头会当结合 Google 原底功能，包括敲找眼镜、地图、工作文件等等。会当为敲找严谨，直接安排生活的大细项代志，会当进入 Google 下底文件等等 App， 甲工课斗3工。Gemini 是 Google 主要的 AI 产品，目前已经伫咧全球有9亿个使用者，而且伫咧快速成长当中。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咱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讲，今日这时较烧热，温度伫咧32到34度，那南部晚山区甚至来到36度。不过过昼开始水气较高，北部甲中部以北的山区会落阵雨，要等到拜六天气才较稳定。北部正好天，民众伫家仔落嘅雨刷杂质。气象署讲，拜四之时各地侪分好天，气温烧热，全台湾日时嘅温度伫32度到34度迄卡兜。南部瓦沙区上悬甚至会到36度。气象署嘛针对台南、高雄发布高温特报。所以整体上来说，其实气温上，在今天来说的话，就是西半部地区大概都是在32到34度左右。尤其是在南部比较近山区内陆地方，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那5月1日是24节气的小满，俗语讲小满归望正水，就是咧讲小满的时会开始落黄霜雨，稻仔开始做归，到望正的时稻仔就差不多9分把归。另外嘛有立夏小满、雨水小干的讲法，意思就是黄霜雨落袂离，甚至有可能做大水。不过对做事人来讲，水分到囝对作物是真要紧。另外还有小满梅仔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等等俗语的讲法。气象署指出，拜四过昼到拜5这段时间，水气会开始变高，北部甲中部以北山区会落阵雨。过昼各地嘛较高落西北雨，一直到拜六天气才会转好。今天呢就要留意，就是在中午过后，其实水汽上是会逐渐增加的。那今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预计就是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发展。其中在北部跟东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发生几率。气象署讲，未来一礼拜日头请夜影，一直到后礼拜5才有黄霜雨方面通过，时到可能会开始落雨。提醒民众这几天出门就要扎雨伞、加啉水。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2度。遥热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3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
拜。